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有钱就打，有衫就威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钱甲青菜的重要性，会互人有胆量甲自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威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威是互人会惊吓的形，咱讲是威严、威风。另外，典威风嘛，就直接讲是典威，正严肃、正庄严，咱讲是威严。有权力、有威势的人，或者是讲伫咧某一个领域有地位甲影响力的人，咱讲伊是有权威。另外，用强大力量互人屈服，咱讲是威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典威，意思就是用强势力量来展现家己的威风。第二个词就来解说威风，意思就是形容声势甲气势十足。倒一个词讲是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。有一句笑话话讲是威风凛凛、赛徛咧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大人典威，囡仔闪开。字面的意思是讲大人若咧无闲，因为囡仔较无够力，伫咧边仔看闹咧就好，莫活过去，才袂顾人怨。话句的含义是提醒咱人做任何代志都爱责家己的能力，千万唔通三斤鸟要夹四斤鸟翅，为了典威风煞来闹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